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那如果你的对面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. Please try it later. 因为以前我有对比过，就是不同电信公司的那个对不起您好的那个声音，我就发现有一个人的声音我和他声音模仿的特别像。如果那个就大家经常拨打那个公司的就会很熟悉，因为他说话语气有点凶，就是普通的是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但是他有特色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. Please try it later. 有一个人，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查询一下是哪个电信公司啊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